师离我们而去，令人悲痛。但是对于96岁高龄仙逝的徐玉兰老师来说，能够看到豫剧艺术代代相传，应该是他最大的愿望。今年4月7号，徐玉兰老师、傅全香老师、王文娟老师同时获得了白玉兰奖的终身成就奖。我想，对于一个把一生献给越剧的人，也算是圆满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不仅要和我们3位嘉宾来谈一谈你们和老师之间的感情，也要来谈谈越剧的流派艺术和流派的传承。同样的，我们通过3个问题来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的3位嘉宾。好，从钱惠丽开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道题目，请问钱惠丽是凭借哪一部作品获得白玉兰主角奖的 ？A.《红楼梦》B. 真假驸马 C. 甄嬛啊，来抢答。现场答对的观众以及我们的3位嘉宾都将获得由东方购物提供的精美奖品。《红楼梦》。来，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答案？真假驸马。好，回答正确。钱惠丽，那个真假驸马是什么时候演的？1991年。1991年的时候，也是在那一年摘得了是白玉兰奖。是啊，第3届的白玉兰主角奖啊。其实你从登上舞台开始就一直演主角了，一路演下去。中国戏剧的应该说所有的奖你都包揽了吧？是不是？应该都包揽了啊。但是就在去年呢，你又凭借着《甄嬛》里边的皇帝这个角色获得了一个配角奖。我们特别好奇，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配角和这个配角奖的？我一直是觉得主角和配角啊没什么差别。因为我进那个剧团学艺的时候，就是虽然是一开始就是重点培养对象。但是其实我们都互相之间都是，你配我的戏，我配你的戏。你演主角的时候呢，需要我的时候，就是我也去做配角。之后呢，到了上海来了以后啊，头几年都是跟老师一起演配角的。我们是志平啊，我们记得我们是一起来的嘛。他演宫女，我就演太监。我们什么都演。我们还演过兵马俑，我们还跳过这个民族舞蹈，我们都演过。所以我是觉得主角配角，我说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没有主角配角。相反，我倒反而觉得，一呢就是这个白玉兰的配角奖是第3度，因为第3度呢确实比第1、2度要难很多。那么2呢，我觉得我更看重我这个配角奖。那天是我和叶老师一起主持的嘛，我们看到那个钱惠丽站在上面领这个配角奖的时候，特别的从容，特别的淡定，也特别的自豪。所以我可以说，那天他因为配角奖得到的掌声，甚至超过了那天主角奖得到的掌声。我们再次掌声恭喜！真的，我从心底里真的感觉这个配角奖那天那个我魏延哥哥也非常为李妹妹感到骄傲。对。在这儿也要说到，就是你演的最多也是最成功的一个角色，就是宝哥哥了啊！也因此是不是夺得了一个公子的雅号？也可能是因为演小生吧，所以大家都叫公子。我觉得公子比较亲切啊。对，你也喜欢这个称号？哎，我觉得蛮好，蛮亲切。所以呢，你既是这个贾宝玉当中的宝公子，又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钱公子。所以今天呢，我们想了一下啊，我们颁发给钱惠丽的榜名呢，就是红楼公子。好，谢谢。对了。好，说完了宝哥哥，咱们就说说林妹妹啊。看到题目吧，这道题目跟白玉兰奖也有关系啊。也有关啊，我看一下。好，请问王志平获得白玉兰的剧目是哪一个 ？A. 蝴蝶梦 B. 红楼梦 C. 海明珠。 A. 蝴蝶梦。正确。好，蝴蝶梦对志平来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我觉着啊。你看得了白玉兰啊，还得了梅花，还拍了电视剧，是吧？而且在观众当中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说说。是的，我觉得我确实是挺幸运的，因为一个演员能够遇到好的团队、好的一个主创的班子，真的是一个难得的这样一个机遇。那么作为我一个演员来说，从那个筹划剧本到筹划整个创作班子，以至于我自己从头至尾的全新的这样一个投入，甚至于转换一下那个角色，对自己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刚才惠丽说了，她有个美誉啊，公子。啊。那么蝴蝶梦拍了演了之后，你得到什么美誉啊？一些粉丝都叫我蝴蝶吧。蝴蝶还不止吧？你谦虚吧，后边还有俩字啊。啊，有吗？啊，后边还俩字，大家知道吗？啊，蝴蝶教授。哇，有这样的。蝴蝶教授，蝴蝶教授，说说为什么叫你蝴蝶教授？哎，
演了这出戏以后，大家比较喜欢，就说也就顺主要是你的口叫了。模样也很像教授。哎呦，那特别戴上了模样眼镜像教授吗？现在绝对是教授像，对，天哪很知性啊，是不是啊？谢谢台学者姐风度。我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挺随和的，但是在艺术上，我觉得我跟慧丽我们一向是比较严谨，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用教授这样的称呼来。那就是我理解啊，喜欢思考啊，所以叫你教授。谢谢啊智慧，蛮对不对？有这么一句话啊，叫金杯银杯啊，不如观众的口碑。所以咱们得顺从民意。今天我们送给志平的榜名就是蝴蝶教授。好，太美了。好，我们同样的通过一道题目，也是跟白玉兰有关的题目来考一考大家。好，请问陈飞获得白玉兰的剧目是哪一个 ？A. 情探 B. 狸猫换太子 C. 孔雀东南飞。是，孔雀东南飞啊！你的奖品也飞了啊！不对啊！好，B 狸猫换太子。呀，也答错了。哇！哎，没有了啊！不能再答了。正确答案是 A. 情探啊，这个是新鲜出炉的一个白玉兰的主角奖是吧？就是今年，我们掌声向陈飞表示祝贺，好不好？啊，恭喜他获得了主角奖。那么我们要问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戏是傅老师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那么你的这个版本跟老师的版本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情探》这个剧呢，是我老师的一个代表作，也是我们粤剧的一个经典的剧目。那么在舞台上演绎经典剧目的话，不外乎有以下几种方式，一个呢就是前人怎么演，后人也怎么演，还有一个就是说把经典剧目另起炉灶，改得有点面目全非，也可以这样说。但我们少柏的情探版呢，还是走了中间这条道路。我就是把杨告行路这些经典唱段都保留下来，然后是结合少柏自己的特色，从今人的一些观念上考虑，把它稍微调整了一下。特别是最后一场。增加了一个大段的唱腔，从某种意义上的话，也是完成了田汉老的那个未尽的心愿啊。所以这个版本出来以后，也是深受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对吧？非常。那么大家知道里边最出名的一段是什么？就是行路了。那么由于这个陈飞呢出众的演绎和传承呢，他还被誉为天下第一路啊，因为他的这个功夫啊，不仅有出神入化这个水袖的技巧，而且也把人物的情感完美的融合在了里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颁发给陈飞的这个榜名啊，就是浓情飞袖。谢谢。待会儿有时间，我们一定请你来展示一下你的水袖，好不好？对，三位杰出的粤剧人今天坐一块儿了，我们自然要谈谈粤剧啊，粤剧的起源呐、流派啊、传承和发展。今年2017年对粤剧来说啊，很特别的一年啊。今年是粤剧诞辰111周年，也是粤剧进上海100周年。大家知道粤剧的发源地是哪儿吗？浙江嵊县。这个粤剧呢是诞生于嵊县，但是呢却是发祥于上海，也就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啊，确立了粤剧的流派。好，我再考考你们，给你们一个得奖的机会啊！粤剧一共有多少个流派？然后流派的创始人是谁？有什么流派？先从小生说起，小生说起。有徐派，徐派，徐人的，哎，对，有范派，范瑞娟的，还有别称方的别派，艺派，来，给，影派，陆金华的陆派啊，哎，对，还有吗？花旦，胡瑞祥了，王文菊了，金彩凤了，对，岳雪凤了，对，多了4个了，7，对，7派，对，吕瑞英的吕派，对，老生，张桂凤。张派，刚才大家说了5个小生的流派，7个花旦的流派，1个老生的流派，准确吗？有补充吗？这么界定可以吗？一个，我想纠正一个，就是一个字，
金彩凤，彩凤老师叫彩凤，不叫彩凤，它不是一凤凰的对对，凤，金彩凤，刚才还有张云霞的张派，张云霞张派，高音来的。我们还有其他好几位老师，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比方南京越剧团的商方成老师，朱水昭老师，对，周宝奎老师，他也有自己的特色。对，还有我们以前过世的一位吴小楼老师，对，吴小楼老师，还有徐天红老师，这2位老生都很有特色。刚才说到了10几个流派，那么你们3位继承的是徐派、王派、傅派，能不能非常简单的来说说这3个流派的特点？徐派先来。大家都觉得徐派应该是高亢、潇洒。通常的观众会这么去评判他，但是实际上徐派他的风格不仅仅是这个。好，唱腔来说是刚柔并济、洒脱。他的嗓音条件呢也比较洪亮。那么表演呢也富有激情。这个实际上就是徐派的最大的。因为他嗓音条件的要求是不是这么理解？就有些人他唱不了徐派。对。可以这么理解。而且有的人唱过徐派，结果呢嗓子受影响了就不唱，半路就夭折了。王文娟老师他素有性格演员之称，演什么像什么。比如说像林黛玉啊、李玉京啊、春香传啊、孟丽君啊，我觉得老师他的唱腔的特点是自然流畅，平易朴实。他的嗓子呢，不像徐玉兰老师这样好，但是他善于就说根据自己嗓音条件来塑造人物。傅全香老师的流派啊，他嗓音明亮，音域宽广，然后唱腔是跌宕起伏，润腔华彩，而且他在演唱当中收放自如，表演也是细腻传神，那么也是擅长于塑造一些有反抗精神的那种悲剧女性的形象。越剧啊，它是我们江浙一带啊群众基础最深厚的剧种，是吧？所以对老朋友来说啊，这个越剧的名家和他们的代表剧目啊，可以如数家珍。接下来我们考一考你们啊，这样啊，我们给大家看看他们的剧照，然后请你们说出谁演的什么角色，这部戏名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个人物啊，第一张剧照。胡金香老师演的谁呀？什么戏呀？是梁山伯祝英台吧？可是蛮难认的，蛮难认的，我都蛮难认的。因为这是电视剧的那个拍电视剧的时候的那个剧照估计可能对一般的观众来认的话有点难度。我看这张照片的那个老师应该是饰演杜十娘。父亲温柔到举天王，万事万物法律才华，不信我三娘命运我，明白你离家把母亲母你下。那么你演过杜十娘吗？我演过。就这段，就投江。你演这段唱的时候是完全的克隆，还是有自己的创新？我先是克隆，然后是在我的专场当中，再把它重新的那个编排。因为我自己毯子功方面，就武功方面的条件相对好一些。那么在里面的话，也加了一些身段啊，有一些小的那种技巧啊，这些在里面。好，我们再看第二张，这个应该我觉得好认吗？王文娟的《追鱼》，对，演的什么？她里面演2个角色，一个是牡丹，一个是鲤鱼精。正确，正确。好，那么我们听听志平来介绍一下王老师的表演特点。越剧《追鱼》是一出美丽的神话剧。王文娟老师在剧中分别扮演了2个角色，一个是真牡丹和假牡丹，即鲤鱼。真牡丹的嫌贫爱富和鲤鱼精的至情至性，这种2个角色的反差演得落墨3分，淋漓尽致。有娘娘马上心，就逍遥念在心。我情愿当在
同人居，与当真生死同。那么你演过李金莲？是的，我跟惠丽86年到进上海越剧院红楼越剧团的时候，我们俩演的第一出戏就是《追鱼》，特别在肢体语言上加了一些新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像李玉金开心的时候他的鱼尾巴甩鱼尾巴，还有他拔铃的时候痛苦的时候，那么他的对那种痛苦的挣扎时候的这种颤抖身上的那种肢体语言，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是在电影的基础上有一点点我自己的小特色。王老师给你打了多少分啊？95分吧。95分。长郎你虽要世家，实在间只因我爹娘在身旁，并非我有意来宠上你，妾身是逼不得已望见娘啊！来，我们再看一看，人好认啊，戏难找，是吧？好像是徐玉兰老师演的《西厢记》里面的张生。正确啊，正确啊！西厢记应该是徐玉兰老师和当时袁雪峰老师首创的一个戏。徐老师在这里面演的是张生。永世分坚固了爱半天，死在半美人儿的人间。你演过这角色吗？我也演过的。也我最近说说你还在演，因为我这个版本呢是后来是刘珏老师的版本啊。其实一个流派了，每个流派它都会在不同的时代，它有不同的发展。嗯，对，说得好。所以徐老师他们当初演的时候呢是最早的版本。嗯。然后基本上他的唱腔呢是有吟诗的那种曲调，就是没有什么板式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像吟诗的比较多。但是后来呢，就刘珏老师跟金彩凤老师他们排的时候是80年代，那个时候排呢就觉得，好像觉得有点不太满足了，就是需要有一种规范，重新把它有些唱腔规范起来。就是说，和不同时代的文化环境、观众审美都有关系，是都这意思吧？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都在改变的，不断的在发展。老师啊，在今年的白玉兰颁奖晚会上，再三强调了“团结”2字。其实我们这个越剧啊，从诞生至今，虽然短短的100年，团结是最大的特色。比方越剧10姐妹，哪10位？先说说。尹桂芳、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许玉兰、吴小楼、张桂凤、朱水昭是吧？徐天红、戚雅仙。10姐妹的老前辈啊，现在只留下我们傅全香老师一位了。说说当年的《山河恋》。当年的《山河恋》，大家都是真的是齐心协力，是为了给我们的后代能够建立一所学校，一所越剧的学校。到今年有多少周年了？是不是啊，慧丽啊？70年，70周年。如果没有越剧的团结精神，也不会有越剧的今天和发展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都要团结。对，老艺术家不管年纪多大，其实他们都心系舞台。就在几年前，我们排那个就是舞台姐妹情的时候，2位老艺术家也参加了。当时王老师已经89了吧？对，是吧？徐老师90。他们俩相差5岁嘛。最后的一段唱是他们俩。对。说说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其实连续演了6场啊。场场爆满，票子真的翻跟斗啊！徐旺老师到后来结束的时候，2个人一人唱了几句唱，在家里我记得徐老师那个时候已经90多岁了呀，天天在家里练啊。王老师也是，
在演出的当天，后来就觉得有点疲劳嘛，那么做了2首的准备，就是老师用了一些录音唱的。但是我的徐老师啊，他很可爱，演完以后他就跟大家观众解释的，他说我们年纪大了，就是怕台词有时候怕记不住，所以呢去录了音。刚才是录音，那么观众们就希望他能够重新再唱一段，然后徐老师跟王老师在现场清唱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说明他们还能唱的，只是想保证演出的质量。对，就万一忘记怎么办？毕竟90多岁的老人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谁不情愿唱着你知道吗？我为爱心碎，唱着泪的情所谓。说到这儿，我都看到这个惠利的双眼含着泪水啊！哎呀，这个3位，你们知道现在自己身上的重任吗？越剧艺术，承上启下，就要看你们的了，给他们加压，是不是？咱们先说说承上，3位跟3位老师有什么小故事、难忘的小故事，跟我们说说。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在学秦探里面行路一折的时候，住在老师家里。傅老师生活上的话，他自己也不是特别的会做饭啊这些。早上我们还呼呼大睡，等起来以后，老师已经把我们的早饭全部都烧好，然后他自己还说，他说，因为我不会烧哈，不知道烧的好不好吃。在这个时候，不管是怎么样，吃到我们嘴里都是美味，是天下的美味。这个真的是令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刚刚到上海来的时候，那时候24岁。其实呢，我当时来的时候在老家呢，待遇还是挺好的。然后到了上海以后，志平我们3个人是住在，还有养平，我们3个人住在我们的红楼团的集体宿舍里边的。那么老师呢就觉得，那因为你们毕竟离开了家乡到了上海啊，然后我生日的那一天，老师就把我叫过去了，在他们家里做的生日，这么大的一个蛋糕。我记得我那一年24岁。我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是1983年，那么我刚刚从那个舟山越剧团我们到上海来演出，我带来的是黛玉粉稿。第一天的时候呢，是孟丽英老师先来看的。孟丽英老师看了以后呢，他就当天就回去给老师打电话，他说舟山越剧团有一个王志平，一个小姑娘，跟你实在是太像了啊！真的是很像，长得也很像。当时呢，第2天就是徐兰老师、王文娟老师、傅全香老师3位老师呢，一起就到那个中国大剧院来看我们演出了。那第一次见到她，一个乡下的小姑娘，对不对？也比较那个腼腆。然后呢，第2天呢，老师就说让我上她家去。那么我去了以后呢，他就准备了一件，就羊绒衫。这羊绒衫呢是非常非常的薄，是米色的，我记得是中袖的，领子是低的。他说：“志平啊，这件衣服啊，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非常保暖，就说你可以经常穿在里边，不要感冒了。”他给我也准备了一个蛋糕，因为我们在外地其实当时是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蛋糕，是上海的一种奶油蛋糕。反正纯奶油是我一辈子记得最好吃、印象最深刻、最难忘、最温馨的这样一次回忆。对，因为是老师给你的蛋糕。是的，所以这个记忆就像当年王老师送给王志平的那个羊绒衫一样，至今在温暖着你们，对不对？鼓舞着你们前进。那么如今你们把老师当年对你们的这种感情、这种心血，是不是也投入到了对你们的学生身上？是吧？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多学生，像那个杨婷娜呀、李如燕呀，还有那个董建宏啊，还有李旭丹，在观众当中已经说影响力很大了，也有很不错的口碑了。怎么教他们？我觉得这些孩子还都不错。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我觉得能够站在舞台上，能够愿意来学戏，我觉得都应该表扬。好，说那么多，我们希望美丽的越剧代代相传啊。就像徐兰老师、王文娟老师在2013年啊。舞台姐妹情最后唱到的乐音万里，四海飘送，一代更比一代红。好，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月27日播出的精彩老朋友里，钱慧丽、王志平清唱《红楼》，更见功力。陈飞9支飞秀，满座皆惊。又到了精彩人生榜节目时间了，我们也介绍一下现场的观众队。好，他们是来自一家装饰的朋友，欢迎你们。上海富超家具有限公司伊莎贝尔床垫的朋友，欢迎大家。中华老字号上海九和堂的朋友，以及来自上海乐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的朋友，欢迎大家。上一期呢，我们请到了3位当代粤剧艺术家啊，钱慧丽、王志平还有陈飞。我觉得上一集啊，我们的互动非常的好，和观众朋友一起畅谈了粤剧艺术流派包括它的传承。那么我们的3位呢，也回顾了他们与老师之间的深厚的情谊。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来了解一下我们3位的艺术人生，好不好？其中肯定有很多故事啊。接下来具体来说一说。从慧丽开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她来自哪里啊？西施的故乡啊，诸暨，是不是啊？而且大家也知道了，她怎么跟粤剧结缘的呢？就是因为《红楼梦》，是吧？那么我们问问慧丽啊，你第一部戏，就你登台的第一部戏是什么？《红楼梦》，也是《红楼梦》。是哪里？浙江诸暨。就在诸暨，在家乡，怎么回事？能具体说说吗？考了剧团以后，成了剧团的学员。对。然后学了半年以后呢，就开始实践，把我们才学了6个多月的一些孩子们就去参加汇演了。我记得是一段库林，冲出来的时候，叭叭叭叭出嚟，李美美我嚟治疗。冲出来的时候，大家没有反应啊，因为冲出来跌跌撞撞没有问题。演完以后，宝玉不是要出走了嘛？出走嘛，我们老师给我设计了一个八字形的，明白？一走嘛，下面就开始笑了呀，哗笑了，我还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呢。后来他们跟我说，他们说哦唱得很好，扮相也蛮好的，哎呀，就是这个台步还不会走。我想想，真的，才6个多月，怎么会走台步？但在当地你一下就出名了吧？影响是很大的啊。就那以后，就薛兰老师就知道了吗？还不知道。好，我们这一道题目啊，你别刨了。这位将钱慧丽推荐给徐玉兰的伯乐是谁 ？A. 王文娟 B. 孟丽英 C. 周宝奎。周宝奎老师。正确，正确。没错，没错，是周宝奎老师。周宝奎老师刚刚退休的那一年呢，朋友就请他到杭州去演出，杭州去玩，走过了那个剧场，看到了有广告，然后他们自己买了票进去看戏的。看完戏以后，到中途休息的时候，我们一位老师就说了，告诉你们有一位周宝奎老师，那老祖宗在下面看戏。然后呢，后来他就进了后台，我们请他到后台来的。老祖宗来了啊！先表扬了我们以后，他说我一定要把你推荐给徐老师。第一面见徐老师什么时候？是1982年啊，在什么场合？1982年在徐老师的家里啊。我觉得我那个乡下人啊，想打扮一下，穿了一条花的裙子，很漂亮的裙子。然后这条裙子一穿嘛，徐老师一个见面礼就给我，以后小生少穿裙子啊，有阳刚之气啊。再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就没有敢穿裙子。到上海是哪一年啊？86年来的。86年。到了上海以后呢，这个慧丽啊，她是成长非常之快，92年就拿到白玉兰了，是这样吗？对。那梅花呢？摘梅花奖是哪一年？梅花是00年吧？00年，什么戏？舞台姐妹啊，这个还不是一个小生戏。是，这个戏里面你是又演小生又演花旦小生戏少是吧？主要戏还是穿戏中戏嘛，主要戏还是穿旗袍的戏。排的时候确实很痛苦，因为舞台上我们习惯于提腿。对啊，对不对？习惯于就演那个邢月红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更加就是柔一点，就是像你们花旦一样的演。对慧丽来说啊。这个应该贾宝玉这个角色你是演的最多，或者说给你荣誉也最多的，但是对这个角色恰恰你又不是太满足。应该说呢，收获很大。对，因为我收获了很多观众。没错。然后呢，得到老师的认可，是，还得到了红学家们的认可，是。但是呢，我《红楼梦》贾宝玉没有得过一个奖。哦，是吧？得奖倒不是因为贾宝玉。白玉兰呢，也是我自己创作的戏。我觉得演戏就是要。不断要演完全反差大的角色才有味道，才有。所以你以后演韩非、激情、李商隐是这次甄嬛演皇帝，是不是啊？对。说这几个角色，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都满意，都喜欢，各有特色。挑战越大的
角色，我觉得越来劲儿。不断的挑战，不断的成功，不断的成长，这就是惠利。好，那么说了惠利以后，我们再说说这个志平啊。志平和惠利，你们合作有多少年了？你算过没有？30多年，30多年了。我们84年就开始了。对，我跟惠利84年第一面见的时候，一见如故，感觉好亲切，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的这种天上掉下林妹妹的感觉。天哪，是吧？你要把我当哥哥了，这就是缘分嘛。公子。那么最近合作的一部戏是不是就是甄嬛了？这是最新的一部，最新的就是甄嬛，你演甄嬛，他演皇帝，是吧？听说是压力很大，一开始接手这个人物，中途还想放弃，为什么？当时电视剧《甄嬛》热播以后，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模式，期待是不是也很对高？那么压力主要是因为在排练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时间实在是太过仓促，第二个呢就是说拿捏不准这个人物的基调。这个时候呢，我就去老师家了。我说老师，我有点后悔，接下这个甄嬛这个人物哈。因为我们戏曲也用惯水袖啊，或者有凳子可以坐，或者是你手上有那个扇子啊，一些辅助的一些道具可以用。然而甄嬛什么都没有，老师说你要静下心来，熟读剧本，然后呢，尽可能的走些急进。那么一直到老师到排练厅来看我们的连排，我等看完以后，我就问老师，我说你觉得这个人物啊，看下来还可以吗？老师当时因为看了也很感动，好几处他也是动情的，都流了眼泪。他说现在这样子人物基调还是可以的。那么我心里稍稍就说比较安心一点。最后不光是完成了这个角色，而且这个戏特别轰动。我们前年在一府舞台惠利窑驻场演出，20场，也是创造了越剧牛市这样一个口碑。玉梁早有个恰近，是你徒步见我比一官真正去，辛苦的天地。马一声长步，他曾经是任何时候，老师都是你的坚强的后盾。是的，对不对？据说你和惠利能够调到上海越剧院，老师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颇费了周折。当时是徐玉兰老师和王娟老师，他们创立了上海越剧院红楼越剧团。我跟钱惠利、单养平当时作为特殊人才，从各自的越剧团来到了那个上海越剧院红楼越剧团，算是挖墙脚。因为我们都是各自越剧团的那个顶梁柱，有很大难度。当我们离开自己的团的时候，差不多每个剧团它真的就垮了。哎呦，所以当时呢，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是逃出来的，应该这样说。因为当时老师他带着那个支部书记一起到舟山去，用他的话来说是求人才。结果到了那边以后呢，架了很多摄像机，来了很多记者。4位领导都坐在他们对面，我老师一看今天这个架势不得了，我讲话得小心一点，对吧？谦卑地说，我呢年纪大了，需要有学生来接班，那么希望你们能够放人。其实当时呢，搞得很尴尬，很僵，其实没有达成协议。王志平也是不负众望，在86年的时候，在青年演唱大赛当中是一举夺得了第1名，是吧？后来在名师的指导下呢，这个志平你的这个进步的速度应该说突飞猛进。小王文娟是不是也就那个时候叫开了？太像了呀！啊，太像了。那时候真的很像。不仅形似神似。真的是天上掉下来。以前人家谣传说是王老师的女儿啊，哎，他们说他姓，因为他我跟王老师来往也比较多，真的，你现在其实王老师自己的女儿不举手投足，对，真的像，真的像。再说到后面，就是正当王志平这个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你却做了一个令大家都非常吃惊的一个举动，又跑了，啊，你又逃了是吧？逃到哪儿去了？感觉赶闯好啊，啊，赶闯。当时是去了日本的话来说是讲得好了，是。当时老师反对吧？我老师他心里是非常不舍，但他这个人也是比较内敛的，也不太善于就是说表露他的这种想法。他没有表面没有强烈。对的，直到我回来以后，有一次，我跟我先生陪他到舟山去，
他当着我的先生的面，他就说：“哎呀，你真不该把志平带出去啊。”他说哈。那么我先生说：“是的，我亏欠了他这么多年，接下来我要弥补，对，我要把他失去的都补回来。”我们来看一道题目，好不好？好，1998年王志平又回归舞台后的第一出戏是什么 ？A. 追鱼 ，B. 紫玉钗 ，C. 海明珠。来，好像是追鱼。侬可以理直气壮一点，再说一下是什么答案？追鱼。回答正确啊，就是追鱼。王志平，我想问你啊，那个追鱼呢，我们知道对演员要求很高的，体力消耗也很大。你一回来这么多年都没有在那个越剧舞台上了，一回来为什么啃这么一根硬骨头呢？也是8年不登舞台，真的我落下了很多慧力啊！我觉得他们都在突飞猛进，而我不但没有前进还是后退很多步。那个8年不登舞台，什么感觉？走上去，这个舞台都会抖的。哦，我当时出去之前也是追鱼演的蛮多。那么追鱼这出戏呢，唱作念打，他对演员各方面的考验，也是体能上的、唱腔上各方面的考验也是极大的。所以呢，用这样一出戏，能够让自己尽快的，就是说恢复。说到志平回来以后最大的一个动作，大家都有共识的，就是这个蝴蝶梦了。从最早的舞台剧，后来拍成了电视剧，后来又被拍摄成了中国的水墨电影，是吧？对。哇，而且还成就了你的这个中国戏剧的最高奖梅花奖，啊，是不是可以说它是你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我们的前辈吧，他们都留给我们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那么我们这一代中坚力量。我们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就是说，除了王文娟、小王文娟这个雅号以外，也应该有王志平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个性的这样舞台形象。当时你是老板，也是逼出来的。我制作人之一，因为你要有作品出来，你必须要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去折腾，确实是历练了自己。志平，我给他总结了一下他的成功途径啊，就是该挖的时候就要挖啊，该逃的时候就要逃，该回的时候就要回，该逼的时候就要逼，所以有了今天的王志平。是。咱们这复派戏你着急了啊！咱们说说陈飞啊，这个其实啊，陈飞啊，大家都知道了是傅全香老师的这个得意弟子。其实他在学复派之前呢，他还学过另外一个花旦流派。咱们看到这个可能只有我知道。好，请问，在唱复派之前，陈飞还唱过什么流派 ？A. 七派 ，B. 原派 ，C. 范派。七范派。你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七还是范呢？范派呀。他会武功的呀。错。B 原派。你可太实在了，我已经说出来了。就剩七派了，是吧？大家没猜中，说明大家这个很意外。这个是在绍兴的时候了吧？是那时候还叫什么越剧艺训班的时候了，是不是？建团以后也上海我来演过几个大戏，就是唱七派的。哦，是吧？对，在艺训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小，然后练功嘛也是非常的刻苦。对。那么就是也不注意自己的演唱方法，就是把嗓子给唱坏掉了。就有点沙哑了，是不是这意思？已经哑了，还是继续在练唱，就是不得法。七派了。相对之下，就是七派可能音区稍微那个低一点点，是。那么就在唱七派。好，大家都知道这文武兼备啊，是绍兴小百花的特点啊，所以你们那时候出道应该很苦吧？我想。那时候也比较小，条件嘛也比较艰苦，也没手表，然后我们到半夜的时候，大家都起来以后去练功了。那去练功练了好久，练了好半天。哎呀，怎么这个外面天怎么还是漆黑一片？其实我们当时起来练功的时候是后半夜的1、2点，
1、2点钟的时候就起来在练功。正因为有这么扎实的基本功，才会有今天的像你呀，还有叫吴富花吧，是吧？吴素英啊，是这几朵少摆的梅花，是吧？那这个学复派是什么时候？正式唱复派呢，也是一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机会。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唱七派，嗓子呢是动过手术以后，慢慢在恢复的阶段。那么傅老师跟胡小楼老师到我们团里来，其实老师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在要找接班人，让我唱一段复派试试看。我唱了4句楼台会里面的记得草桥，结果我反正是也初生牛犊不怕虎，唱完了以后我也就不去管它了。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的团里的一个老师来告诉我，他说：“哎呀，你这个小鬼啊，你真的是福气啊！”他说：“傅老师可能会收你做学生。”我说：“啊，不会吧？”老师非常自信，他就说，通过我跟老师学复派科学的发声以后，应该会把我从原来的那个嗓音条件会有一个大逆反。那么从那以后，就是我就一直就唱复派了，也拜了傅老师为师。傅老师呢，在舞台上留下了很多经典之作，你呢也继承了不少。我们说过行路啊，被称为天下第一路啊。特别是你的水袖功夫了得，这个是我的褒奖。那么今天，咱们请他展示一下，怎么样？你最长的水袖有多长啊？老师本来他自己在演出的时候也有3、4尺啊，3、4尺。我是把它加长到了7尺半。7尺半。现在我在舞台上演出的是3米，就是9尺吧。对9尺。啊，这个可能6、7尺吧。6、7尺。好，哎呦不得了，哎呦，还有对，这是里面非常好看的一个动作。哎呦，哇，这个我在旁边，我觉得有那个风过来，他都把我逼到旁边去了，收放自如，哇，好美好美。编剧。那么今天你是不是手把手教我们这位钱老师？哎呦，来，这速成班钱老师，你手让你手就抬起来，嘿，哦，哎呦，刚才呀，陈飞说到了啊，傅老师能收他做学生，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其实，在他的身上，怎么也没想到的事儿，实在太多太多。14岁，是吧？他声带发生问题，几乎不能唱，他唱。99年，他遇到了一次车祸，朋友们，医生说了，他绝不可能重返舞台，他上了，而且在05年，不是登上舞台了，是登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最近又登上了我们白玉兰的最佳女主角，靠什么？靠什么？老师的那种坚强也传承给了我。说得好。还有一点，家人的支持。家人的支持。分不开。就是我现在觉得特别的幸福跟幸运。好。因为先生对我的事业非常的支持。他呢也是一个越剧迷。越剧爱好者。每次有重要的一些演出，先生他是鞍前马后。不光是照顾好我的饮食起居，还买了很多的最好的票子，邀请他一些朋友这样的来给我捧场。他一定在现场的，是这意思吧？每次都在。太幸福，那你太幸福了。陈飞啊，20多年以前啊，我介绍过你，当时说过一句什么，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了。哦。那个时候是90年，就是江浙沪闽青年演员越剧大赛。27年以前。对，90年那个时候，我是获得了越剧新星的那个第1名。对。然后在颁奖晚会上，叶老师那时候你说了一句，我到现在记忆犹新：陈飞终于起飞了。起飞了。谢谢你。那么今天再送你一句，希望你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而且不是读飞、单飞，而是毕业上飞。谢谢。好，这个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我们到最后呢是有一个送宝环节的啊。接下来还是请陈飞送宝。就是徐老师、王老师啊，曾经是在哪一次是什么机会的时候，两人没有乐队，两人是清唱合作了一次，是什么时候？舞台姐妹情的那一次嘛。哦，就是大家要求加演，要求结束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那么你知道我现在说话的意思了吧？也让我们来一下，掌声！因为搭档坐在这儿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水。到他府内草帽升起来，牵牛呢哥哥亲戚飞上来。眼睛就是花照水，引动好比风拂流。眉梢眼就上手起，声音像马路温柔。些分明是话来看，心底恰是就是缘。接下来我们要举行隆重的上榜仪式。对，今天的精彩人生榜榜上有名的是红楼公子钱惠丽。谢谢。好，第二位是蝴蝶教授王志平。好，最后一位是浓情飞秀陈飞。3位嘉宾都将获得由东方购物提供的精美奖。